我自己個人認為咧，最需要具備嘅係你要有信仰，但係唔可以迷信。另外一點就係，我唔一定要做一個好人，但係我唔可以呃人。大家好，我係星碟身心靈玄學館創辦人張發育。因為一開始咧接觸係身心靈類別嘅嘢啦，咁開始接觸塔羅牌啦，之後就接觸到色彩方面嘅一啲 New Age 嘅嘢。之後有一次喺學校，因為我以前係一個中學老師嚟嘅，咁我有一次帶隊嘅時候，有一個學生，因為佢幾日都去唔到廁所。因為我哋去中山嗰度咧軍訓，個女同學係表現好唔中意嘅，咁但係冇辦法，佢就一路要去，跟住佢幾日都去唔到廁所，跟住我就諗起，我知道色彩裏面橙色係同我哋嘅泌尿系統有關，亦都同我哋嘅情緒掛鈎。之後我就叫嗰邊嘅工作人員咧幫我準備一個橙，跟住我就俾個橙個小朋友拎住，慢慢地佢就好似放鬆落嚟。之後咧就開始講佢嘅一啲狀況。原來佢屋企人係學校嘅高層。佢嚟呢個活動之前咧，佢隻狗咧就前一日就死咗。咁佢好唔開心之餘，加上佢爸爸嘅逼迫咧，咁佢一定要去呢個活動，所以佢就覺得好唔開心，壓住情緒抒發唔到，就去唔到廁所咁樣。但係當佢講完抒發晒之後咧，就真係可以去到廁所，成個人精神翻晒咯。咁呢個係我一個比較特別喺色彩上面帶俾我嘅經歷。咁後來咧覺得應該能夠將更多嘅帶俾唔同嘅層面嘅人，因為我接觸以前都係中學生，但係我想將呢樣嘢身心靈啊帶到俾社會人士更加需要呢啲嘢人士咯，所以我就會想去建立呢個星碟身心靈玄學館呢個品牌。我嘅服務範疇包括首先塔羅牌啦，另外就係中式嘅子平命理啦，仲有法科方面嘅玄學範疇。我做塔羅主要係幫人去清晰佢嘅一啲可以做嘅方向，因為其實佢同一啲問卜唔同啦，或者求籤唔同嘅嘢係求籤可能即係當下嘅狀況求到個籤係上籤或者下籤，咁但係塔羅牌係當你遇到目前呢個問題，我唔知點去解決嘅時候，如果我唔加以任何改變，會發生啲咩事？咁我可以幫你清晰呢件事。如果你想有呢個事情發生，咁你 keep 住去做咯。但係如果唔想呢啲事情發生嘅時候，我又可以做啲乜嘢改變呢？咁塔羅牌可以清晰我哋嘅方向。我主要塔羅牌就係幫人去做清晰方向。法科方面，因為我自己本人係西天茅山嘅傳承啦，咁主要係茅山術嘅一啲嘢，例如幫人祈福啊、增運啊、驅邪啊、化煞啊、喊驚啊之類嘅嘢，我哋都有處理嘅。而家好多人呢會將認為身心靈啊係一種怪力亂神啊或者古靈精怪嘅嘢，或者同某一種工具掛鈎咗。其實唔係㗎，喺我自己睇法嚟講呢，身心靈係一個生活態度。我哋點樣面對我哋日常生活發生嘅任何事情？我希望將身心靈俾更加多嘅人認識，令到而家社會嘅人更加健康，不論係身體定係身心嘅狀況。除咗身體嘅健康之外，身心靈發展都好重要嘅。